华语礼拜在2分钟后开始，请大家将手机关静音或关机。喂，请帮忙开一下10号麦克风。喂，1、2、3，好，谢谢。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在这边敬拜我们神。那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唱这首歌《拣选》，一起拍手。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是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再见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真实，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我们一起从头再唱一次。你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是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再见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真实，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再见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真实，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感谢上帝拣选我们，在这里能够敬拜他。
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如此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柔的神灵，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我行走时，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在这地。献上敬拜，在我行走时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在这地献上敬拜，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要感谢你拣选呼召我们成为你的祭司，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敬拜赞美你，也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周遭人的光和盐。也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不同的呼召，你使用我们，也让我们不畏惧艰难困苦。能够一直走在你那盼望的道路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依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做信仰告白。
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多比拉多任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预备奉献，请奉献的同工。让我们一同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阿爸父神，疼爱我们的救主，感谢你在今天让我们在疫情当中能够再次回到教会，聚在一起实体的敬拜。你的爱如此的吸引我们，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回转到你的面前，享受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亲爱的天父，愿你的圣灵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再次看到自己的罪。求主耶稣的宝血，让我们的心能够再次得到洁净，悔改向你。愿我们都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亲爱的主耶稣，恳求圣灵此时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聆听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帮助。也愿我们都能够看见，能够找到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计划跟呼召。这时我们甘心献上劳碌的所得，求你来悦纳。我们也要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请大家为代祷事项，我们有3点，请大家为我们教会的肢体，包含长辈，还有一些有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孕程当中的凯华，以及坐月子的凯华，以及孕程中的心如，还有亲人安息的凯蒂的爸爸、吴安祥安的爷爷，以及慧英姐的妈妈。那第2点为长职的同工在新的一年未来在祷告中寻求合一。第3点为全国的防疫政策、台海的安全、台湾的国际定位以及产业的远景，我们持续来代祷。教会的消息，第1点今天义杰牧师前往代表台湾神学院前往义光教会请安募款。第2点，下礼拜6下午4点召开小会，请小会员留意。第3点，下主日是感恩节礼拜，那请大家预备自己在祷告中数算恩典。那在礼拜中一起向上帝来献心献银回应上帝1年以来的护佑跟引导引领。第4点，
下主日下午将进行圣诞节的布置，那请大家留意总务部的公告，那请各团契来配合。第5点，11月27号下礼拜六上午10点召开长执会，那中午12点会召开明年的事工研讨会跟预算会议，那请圣歌队、敬拜团及各团契的会长辅导列席参加，那中午会备有便餐。团契消息，请自己来看。那肢体消息刚才有报告了，凯蒂的爸爸吴安祥安的爷爷安息主怀，享年90岁。那定在下礼拜六的上午，在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举行告别礼拜，愿主安慰这些我们的遗族。奉献的明细请自己来看。好，那接下来请牧师补充报告。好，我做个补充报告。就首先，我们先欢迎我们的有新朋友，刘丽英姐妹跟梁科庆弟兄，他们从香港移民过来的，好，欢迎他们。好，再来就是刚才佑叔有提到，我们下个主日是感恩节主日，感恩节主日我们是合堂礼拜。本来我们是分开，那因为之前有疫情有那个容留人数的限制哈，所以本来我们是打算分开，可是现在那个限制已经解除了，就是总容留量已经没有这个限制，所以我们就改为合堂。所以下礼拜我们是合堂礼拜，合堂礼拜是9点半开始。那合堂礼拜里面呢，我们感恩节主日我们都有一个传统，就是也不是传统啦，就是按往例，我们都会在下礼拜的周报里面会有一张感恩卡。感恩卡跟感恩节的现金用的红包这样子。那这个感恩卡跟现金用的红包，我们会在礼拜当中，我们会给大家一点时间来写感恩卡，数算过去这1年来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放进的恩典。那你如果怕临时想不起来，你就可以这个礼拜开始，你就可以在家里打草稿。打草稿，然后下礼拜就带来，就给他写在这个感恩卡上，然后到时候我们就会一起献心献银，我们就会走到台前，好，就像往年一样这样子。好，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好，谢谢。好，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圣经。今天的经文在以西结书24章的24节到27节，我来念，大家来听。24节。以西结必这样成为你们的预兆，凡他所做的，你们也必照样做。那时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25节，你人子啊，那日当我除掉他们所依靠的保障，所欢喜的荣耀，并眼中所喜爱的，心里所看重的儿女时，逃脱的人岂不来到你这里，使你耳闻这事吗？那日你要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无言。你必这样成为他们的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讲到必死的呼召，时间交给志梅牧师。今天的题目是必死的呼召，好，其实呼召呢是什么意思呢？呼召就是上帝邀请我们，或者是圣灵催逼我们要采取某一项行动的这样的状态。那有的时候呢，这个呼召会伴随我们身份上的改变，比如说，心乳现在怀孕啊，再不几个月她就要成为妈妈了，她的身份会有所改变，当然连带的伯彦的身份也会变成改变，父母。就是一个本来是夫妻，我本来是小姐，然后变成太太，然后变成妈妈，这样子身份上的改变呢，就是也是上帝呼召我们的一种方式。好，那在教会里面，比如说我们有人被选为执事，被选为长老等等，会被选为团契会长，这个身份上的改变，也就是带来了一个呼召的开始。那有些呼召啊是有阶段性的。上帝给某些呼召是有阶段性任务的，可能到了一个时间就结束了。那有些呼召是终身的，比如说父母的呼召是终身的，牧师的呼召是终身的，长老在长老教会来讲，就是牧师跟长老都是终身职的。不管你现在当不当职，不管你现在是不是退休了，你永远，你即便退休以后，你还是一直都是长老职、牧师职，都是一直到伴随我们到死这样子。好，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经文的部分，
24节跟25节这里说，以西结必这样成为你们的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那事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人子啊，我除掉他们所倚靠、所欢喜的荣耀，并眼中所喜爱、心里所看重的儿女。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以西结这位先知，当他在接受上帝呼召的时候，他的生命产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当上帝呼召以西结，在第3章，在以西结书第3章，我们过去的读经进度一直有看，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在第3章那里有形容、有描写。当以西结接受这个呼召，上帝就限制了他的语言。我们不确定他那个时候是变成哑巴说不出话，还是上帝他知道上帝让他不要说话，不要多说话。我们不确定是哪一种状态。总之在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丧失了，或者是他放弃了他话语的功能，这样子。好，那他只能用行动跟他的肢体，就是他的肢体语言来传递上帝的讯息。我们会看到很多行动句嘛，之前就有谈过，在以西结书里面有很多的行动句这样子。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就是他丢弃了他的话语权，然后呢，他用行动来表明上帝的审判的信息的时候，表示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上帝对于以色列家，对于以色列民族，他们的悖逆已经到了忍无可忍、无话可说的地步了，已经到了这样子的地步了。也就是在24节这里说，以西结必这样成为你们的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这样行。上帝吩咐以西结上演的那些行动剧，都指向一件事情，就是耶路撒冷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沦陷，将会被毁灭。在以西结身上，他展现这些行动剧，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些事情，最终也会发生在耶路撒冷城，发生在南国犹大这个国家的这个身上。对于以西结一系列的举动，众人都以他为奇怪啊，大家都不把他当一回事，想这个人怎么做这个事做那个事，非常的怪异。但是当耶路撒冷经过围城，他们被敌人围困，最后果然沦陷的时候，那些假先知的预言就不攻自破。上帝也以此证明他才是统管全地的主宰，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但是当他要进行审判的时候，当他已经警告再警告的时候，那么他说到就做到，他说到就做到，他绝对不会手软。好，上帝定义要除掉什么呢？他定义要除掉人心中的那些偶像，除掉这些以色列人他所拣选的儿女的这些偶像。什么偶像呢？就是许多我们人自诩为我们力量泉源的身份地位，或者是自诩为我们坚固保障的人际关系跟我们的财富。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身份地位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的泉源，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份，有这个地位，我们就有能力去做什么事情，我们就有权利去做什么事情。然后或者我们拥有很多的财富，我们拥有了人际关系，可以成为我们未来的路。哇，我未来的康庄大道啊，我有这么多钱可以用，我有这么多的人际关系可以运用，我的未来非常的美好。于是呢，当这一切，当我们想要凭借着这一切来换取自己的荣耀，换取自己的未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当我们要利用我们的身份地位，利用我们的人际关系，利用我们的财富来荣耀自己的时候，这些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而这一切偶像，上帝都要除灭。在这段经文的前面一段经文呢，就是24章的15到23节，记载了先知以西结他妻子死亡这件事情。上帝向以西结预告，他心里所喜爱、眼睛看为美好宝贝的妻子，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然后呢，他预告，他跟以西结说，当你的太太死的时候，你不可以为她哀伤哭泣。果然就死了。上帝借着这件事情再次暗示耶路撒冷即将走到尽头，并且呢，他说你不用为，他跟以西结说，你不用为这个事情哭泣了，因为这个已经是
我定义要这么做了，定义要这么做了。所以在城内的居民，在不多久，就在上帝让以西结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不多久，果然在耶路撒冷城的居民就看着自己所爱的人，他们所倚靠的那些事情，一个一个都崩坏，一个一个都死，都离别。借着以西结妻子的死亡，表明上帝才是独一的真神，而上帝的圣洁与全能的地位绝对不容许被挑战。现在要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我们若要蒙受上帝的恩典，丰富的恩典与祝福，我们都很喜欢嘛，我们都很喜欢上帝的恩典跟祝福。好，如果我们想要得到这一些，那么我们就要重视我们跟他的约定，我们就一定要重视跟他的约定。要重视到什么地步呢？按着以西结书来看，就是即使是自己的配偶，即使是自己的儿女，我们都不能把他们看得比上帝还重要。即使是我们的另一半，即使是我们的亲生骨肉，我们都不可以把他们看得比上帝还重要。因为上帝用嫉妒的爱在爱我们，他们不能成为我们眼中的偶像。24章的25节这里说，今天的经文25节说，人子啊，我除掉他们所倚靠、所欢喜的荣耀，并眼中所喜爱、心里所看重的儿女。当以西结的妻子因他所领受的呼召而死的时候，这呼召的本身对以西结进行了很猛烈的攻击。哇，我就是领受了这个呼召，我才遭遇这样子的事情。以西结失去妻子却又不能哀伤的这件事情的本身，成为上帝在我们，他强调了一件事情，上帝强调他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是绝对不能被取代的。上帝透过这个事情对我们做了一个很强烈的警告。德国神学家潘霍华他说，当上帝呼召一个人的时候，是召他来死。当上帝呼召一个人的时候，是召他来死。就好像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走向十字架。他是走向十字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上帝拣选，在上帝面前立约，愿意接收他呼召的人。人一生的目的，牧师已经讲了第3次了，来看有没有记得？人一生的目的是什么？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荣耀上帝啊！在我们小要理问答开宗明义第1讲，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他。而荣耀他的具体行动，就是要信靠顺服，领受呼召。若我们不这样做，我们都还在就是自己的内心啊，我们就还是在自己的内心的欲望当中来打转。我们常常容许各种有形无形的偶像在我们的心里出出入入的，然后我们在上帝跟世界之间，我们始终拿不定主意。在旧约时期，我们知道我们在读旧约的历史，以色列，上帝说以色列各青翠的高冈上，哇，都是丘坛啊！这一些偶像惹他发怒啊。那些丘坛就是他们祭拜各地神明的当地迦南神明的一些祭坛，他们都喜欢在高处献祭这样子。台北市有没有祭坛？很多祭坛有没有看到？我不是指庙哦，那个庙摆明了就是没错，但是除了庙宇、公庙以外，台北的是我们大同区在台北市的正中心，很多祭坛哎，星光三月、诚品南西店，好，百货公司，然后各个大大小小的那个商店林立，都在告诉你来呀来呀，来花钱来花钱，来享受来享受。然后附近呢还有很多娱乐场所，对不对？就是我们拉拢人际关系，各种交际应酬都在里面。还有什么？离我们比较近，还有再稍微远一点点啦，就是总统府嘛、立法院啊、监察院这些政府、国家政府机构单位，很多重要的机构都在我们这附近，离我们不远啦，离我们不远。那里有多少的权力、欲望斗争在那里面啊？
建成教会哈，我们这一区大同区，然后临近中正区啊，好万华呀，我们这附近建成教会就是在这个充满偶像、各种偶像崇拜、各种偶像祭坛包围的地方。我们建成教会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被上帝分别出来了。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我们真的要说，哇！上帝把我们这样子从这么多充满偶像崇拜的地方，你把我们分别出来，要成为你圣洁的祭司啊！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任务是多么的强大！有谁能说？所以呢，有谁能说上帝好像没有呼召我去做什么事情？这绝对不能从我们的心里、从我们的嘴巴说出来，因为成为基督徒的本身就是一个呼召。成为基督徒的本身就是一个呼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或者是轻忽我们自己的呼召，以至于我们好像会像那些拜偶像的人一样，常常以满足自己为首要。我们常常会以消费者的心态进来教会，因为我们大同区嘛，或台北市嘛，都是你掏钱出来就是什么？有一句话说，我拿钱出来就是什么？大爷啊！我拿钱出来我就是老大，就是那种消费者心态。我走进一家店，我拿出钱来，我就要享受怎样 VIP 的服务啊！所以我们在都会生活惯了的人，我们有的时候会不是故意的，好，就是有时候不知不觉的，我们会有那种消费者的心态来到教会。然后呢，我们一早来，华语堂比较没有啦，华语堂我们都还大家都年轻哈，然后也都蛮自动自发的，自己走到要进到教会就会自己手伸过去就消毒啊，哈，量体温消毒啊，周报自己拿这样子就还好。可是有些会有，当然不只是我们教会啊，其他组织众教会哈，众教会有的情况就是。来到教会看到招待人员，哇，招待人员居然没有拿周报给他，他就心里就不高兴，他觉得没有得到服务，没有被看重。哎，弟兄姐妹，我们是来敬拜上帝的，我们不是来消费大家的爱心的。招待同工应该是去帮助那些真的需要帮助的人，可能老人家或者一些行动不方便的人。那我们这些好手好脚的。我们可以自己拿周报，什么都可以自己来 ，OK， 没问题呀。好，但是我们就是要把那些消费者的心态给他，我们要当心，要留意啦，哈。好，另外呢，还有的时候，我们每主日来教会都会奉献，不管是你是金钱上的奉献，还是我们的恩赐、才干、我们的能力，好，上帝给我们的许多恩赐，不管是奉献我们的能力、才干，还是奉献金钱，有的时候我们来教会奉献，好像。觉得我有奉献了，好，我当尽的义务尽了，那我就没事喽。牧师，你不要再来找我了，好，长老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执事你也不要来找我了，好，我已经奉献了，我该奉献了，我也做了我该做的，其他的事情我不管，好，然后我们就失去了起初的爱，失去了那一份回应上帝丰富恩典那个迫切的心啊。我们失去了那个迫切，我们失去了回应上帝那份爱的迫切跟那个心意。那有的时候我们唱诗歌，像我们的敬拜赞美，哇，非常的灯光好，气氛佳，音响又非常的棒，这样子。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唱诗歌也不再是打从心里的赞美，而是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耳目感官的那种感受而已？那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甚至于我们会将自己教会的牧师或者是某些长老某些领袖把他封成，哇，我的牧师像先知一样，我的牧师好有讲道恩赐哦，我的牧师好像那种外面的那些名人，就有名望的人，那名人讲说，我的牧师多怎样怎样怎样。我们要小心呢，很多时候我们在高举我们的牧者，高举我们的某某人的时候，是不是无形当中好像在暗示自己说，我的眼光还不错，我选这间教会选对了，这间教会真的还蛮好的。
各种可以让我拿出去展示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有消费者的心态，真的要很小心、很留意。在这条走向呼召的道路上，其实真的是荆棘满布啊，各式各样的荆棘。要成为上帝圣洁的祭司，这个呼召真的是不容易。我们要努力从这个荆棘里面给挣脱出来。但是如果我们有必死的决心啊，很快就会放弃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海军陆战队，他们要结训的时候，都有一个关要过，就是天堂路嘛。很多人的点头，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这样就是那条路，这一条路都是铺满那些小碎石，然后甚至还有玻璃碎片，就是各种会伤害你身体的那些小东西这样子。然后呢，那个蛙人啊，就要这样子翻好几个跟斗，然后在上面匍匐前进，爬。那个光是用想象就知道，哇，好多痛啊，多残忍。可是他如果没有这个必死的决心，真的。你这个翻不下去，你也爬不完呢，可能爬到没多久，或者是根本翻都还没翻，我就放弃了。必死的呼召就是这样子，如果没有必死的决心，我们就会成为耶稣口中的撒种比喻。撒种比喻里面，其中有一粒种子是怎样？它是落在荆棘里的，它是被世俗的烦恼、忧虑，还有被世俗的厌乐。被世俗的厌乐挤住，被钱财挤住，以至于它结不出果子，它结不出好果子，我们就会成为那个结不出好果子的那颗种子。好，即便我们来做礼拜的态度完全正确，我们没有所谓的消费者心态，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难免还是会有一些小埋怨。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们的心里的小剧场可能是什么？为什么别人可以我就不行啊？我做的不比他差或者是我做的这么努力，我干嘛还要忍受别人在我背后那边闲言闲语，一点都不负责任，自己都不做，然后只会在那出一张嘴。那我在那边做的要死要活的，我干嘛？那我不要做好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心里会有一些埋怨，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又要我负责？为什么什么事都要找我？什么事都要找我做的为什么总是做的比别人多？有没有发现牧师刚刚在讲的时候，很多“我”这个主词，为什么我不行？为什么我要做的比别人多？为什么我就要来负这个责任？为什么我就要忍受别人的闲言闲语？我们很容易专注在我身上，很专注在我自己的得失，却忽略了上帝让某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其实是要引导我们走上那条必死的呼召，是要让我们去学习耶稣啊。耶稣就是为了成就上帝的计划跟旨意，他做了什么牺牲？他上了十字架。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明白上帝为什么会让某些事情发生，就好像他在呼召以西结的时候，当上帝要以西结说：“你要去做这件事，做那件事情，你要向右边躺，向左边躺，向右边躺。”好，之前牧师有讲过嘛，我们的读经进度也有，或者是拿那个干掉的那个牛粪来当燃料来烤饼吃，等等的很多行动剧啊。那以西结书前面真的是太精彩了，你喜欢追剧的人一定要去追以西结啊，太精彩了。但是呢，当上帝要他不管是左边躺右边躺呢，还是拿牛粪去烤饼的时候，还是剪头发剪胡须什么的时候，上帝并没有先告诉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上帝就是说了，吩咐下去了，以西结就照样去做了。然后上帝才告诉他，你做这些事情是代表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做事工，我们领受呼召是反过来的，我们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很想先知道为什么，然后才去做。但是我们要清楚，透过以西结书，我们要知道，上帝才是我们未来我们人生的主导者，上帝才是主导者，我们不是，我们就只是跟着他后面走的人。
在26节、27节今天的经文里面，26节、27节说：“那日逃脱的人岂不来到你这里，使你耳闻这事吗？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在哑口。你必这样作为他们的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结从来没有问上帝为什么，他没有追问，他很坚定的就回应了上帝的呼召。虽然他那些举动非常的怪异，好，但是上帝呢，信实的上帝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在几年之内就还给以西结一个公道。因为当以西结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一定非常多的人都在讲一些闲言闲语、闲话，一定是闲话一大堆。但是上帝在几年之内就还给他一个公道。耶路撒冷什么公道呢？就是耶路撒冷果然就沦陷了，他们的国家就真的就灭亡了。而在沦陷灭亡的过程当中，这些逃跑出来的人就是说啊，我们国家灭亡了啊，我们的上帝的圣殿真的是被毁坏了，这些话语传到了在巴比伦被掳在巴比伦以西结的耳中。所以26节说：“那日逃脱的人岂不来到你这里，使你耳闻这事吗？”意思是说，总是到那日就会有逃出来的人，他们会说这件事情，然后呢，你就会听到耶路撒冷果然沦陷了，你的国家果然就真的灭亡了。这些人见证了一件事情，就是见证了公义的上帝，他果然审判了那些悖逆的子民，也见证了以西结才是真正的先知，见证了上帝果然是全地的主宰。在之前，在上帝呼召以西结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上帝封住了以西结的口，使他无法向大家去解释来说明他那些怪异的举动。如今时机已经成熟，上帝的时间到了，上帝允许他开口说话了。以西结就不再被上帝约束，他放胆向那些逃脱出来的人见证上帝的旨意与计划，也同样跟他在被掳那些人，他也放胆的去跟那些跟他一起被掳在巴比伦的人，他去阐述上帝的旨意跟计划，见证上帝的公义与怜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像以西结那样，当我们在做服事、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被理解。特别是当我们非常看重礼拜，看重我们的团契生活，看重教会的服事，看重对主的奉献与委身的时候，许多人都会因我们这样做觉得奇怪。不一定是不信的人才会对我们觉得奇怪，有的时候同样信主的家人也会对我们觉得很奇怪。会觉得说，啊，你够了吧，不用做这么多啦，你已经做够多了，可以了。或者是说，你不要一天到晚往教会跑啊，你也留在多给家里的人一点时间吧。当然，教会跟家庭，牧师不是说要你们舍弃家庭，就是来顾教会，总要来做，就是在当中要取得一个平衡。但是，即便你自己都觉得取得平衡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举动，我们很难再多做一些解释。很多人还是会对我们的这些举动不谅解。他们不谅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上帝与我们所立的约是生死的盟约。上帝与我们的约是生死，我们的立的约是建立在生死的盟约之上。我们是因着耶稣的死才被接纳为他的儿女，我们因为耶稣的死，我们才得以承受所有充满属天的祝福跟恩典。其实死亡这件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其实一直都是很接近的，因为这个十字架，我们是一直背着的，这个十字架从来不会离开我们。如果你还不明白上帝对你的爱有多么的迫切，那就代表死亡，代表十字架这件事情似乎离你还很遥远，以至于你感受不到上帝的爱。如果你感受不到上帝的爱是这么的深切，那么牧师呼吁你可以去一个地方走走。
当你忽然觉得好像上帝离我很遥远的时候，你可以去一个地方走走，绝对不是来教会。去哪个地方？去殡仪馆。你可以去殡仪馆走走，去殡仪馆看看，你会看到我们在世上所追求、所累积的一切都会过去，什么也带不走，什么也带不走。我们所依靠的身份地位都会过去，我们所依靠的人际关系，我们所依靠的钱财，你一样都带不走，我们一样都带不走。一般人都会避免谈论死亡，因为死亡会迫使我们放下我们努力累积的那一切。死亡会迫使我们放下那些我们紧紧抓住的那一切。上帝的呼召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确实明白上帝对我们的爱有多么的迫切到他愿意牺牲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不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可以死在十字架上好像不会痛。他也是个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在他道成肉身的那30几年的岁月里，他也是个人，跟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会痛，会有各种喜怒哀乐的人。可是他愿意为了成全上帝的旨意，成全他天父上帝的旨意，他愿意，而天父他也愿意为了我们，他把他的独生爱子献在十字架上，当成祭物，洗净我们的罪，替换我们的罪。如果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我们确实明白上帝爱我们爱得这么的真切，那我们就会义无反顾地走向必死的呼召。弟兄姐妹，走向必死的呼召是我们基督徒向世人展示的行动剧啊！我们现在也在展示行动剧，那就是当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确实的去做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在演行动剧耶！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演行动剧，然后每一个人行动剧之间还会有连结，变成一出戏给世人看，演给世人看。很多时候我们也像以西结这样子，我们没办法跟人家多做什么解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太能理解。我相信大家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会有个经验，就是可能当牧师或者是长职邀请你们做一些什么事工的时候，那个当下可能觉得好啊，没问题，可是回到家冷静想想，我为什么会答应牧师做这件事情？我为什么会答应长老做这个事情？很累耶，好像刚才好像有点太冲动了一点。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无法我们自己都没办法理解那个当下我为什么要答应，为什么在那个当下我会有一股热血，会很好，我就做了。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连自己都没办法理解。但是透过以西结书，上帝要告诉我们，最终不管是你自己都无法理解，还是别人都也无法理解，不管怎么样，上帝必亲自成为我们的见证。他会让我们自己，也让周遭的人了解明白，为什么你要接下这个呼召，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上帝一定会还给你一个公道。当我们热心服事主，回应上帝呼召的时候，虽然所有的人都不理解，即便所有的人都不理解，但是上帝一定会还给你一个公道。上帝还给以西结一个公道，上帝也还给被钉死在十字架的耶稣一个公道。当耶稣复活之后，他差派圣灵保惠师进入所有使徒的心中，开了使徒的口，然后当福音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到地极传遍地极的时候，就证明耶稣的死，当初耶稣领受这个呼召，当耶稣领受这个走向必死的这个呼召的时候，就是上帝对全人类展开恩典的一个记号。弟兄姐妹，如果上帝没有先跟你说明为什么，你是否愿意抛弃自己的理性，
放下自己的理性来回应呼召。如果上帝没有按着我们的心意来成就，你是否也愿意抛弃自己的感性来选择顺服？如果上帝自始至终都让你处在一个不被人理解的状态，你是否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进上帝的心意里面？十字架的道路虽然看起来是很羞耻的，十字架虽然看起来是被咒诅，是很残忍的，但是十字架却是走向荣耀的起点。愿我们都能借着对上帝的信心，走在必死的呼召里。我们要抱着必死的决心，从世俗的荆棘里面挣脱出来。愿上帝帮助我们，都可以从荆棘地里挣脱出来，结出结实累累的圣灵的果子。我们一起起立，用这首诗歌，在呼召我之处，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当我们在领受呼召的时候，在这条路上，很多时候真的是荆棘满布，很多时候我们看了害怕，会想要回头，会想要转弯。这首诗歌里面说，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在这么荆棘满布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要献上怎么样的敬拜呢？就是心灵诚实的敬拜。我们要把我们一切的重担、忧虑卸给神。我们不需要对神隐瞒，我们可以向我们的神倾心吐意，求主帮助我们，立定心志，求主帮助我们有这个盼望，有勇气，有信心，可以继续走这条必死的呼召，走这条蒙恩的道路。主温柔的圣灵，主温柔的圣灵，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主慈爱的真理，主慈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照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弟兄姐妹，主与你同在，主圣灵充满你，浇灌你，使你心里有力量，有平安。主温柔的圣灵，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主的真理是我们的道路，主慈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
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行走时，在我行走时，成为我道路，我只是成为我生命，在这里献上敬拜。在我行走时，成为我道路，我只是成为我生命，在这里献上敬拜。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主耶稣的宝血替换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从这个世俗污秽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被分别出来，我们成为你圣洁的祭司。主啊，这条呼召的道路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蒙福。主啊，当我们在走这条必死的呼召的时候，主，或许别人都不理解我们，不了解我们，但是主，你圣灵扶持我们，你圣灵安慰我们，你圣灵成为我们的力量与帮助。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扶持与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帮助你们走在必死的呼召里面，依然享受平安与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唱最后一首歌，会后是唔免惊。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都不害怕。主，求你使用我，主差遣我，是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天走回家，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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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天走回家，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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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华语礼拜到这边结束，大家可以彼此问安。